點解我哋嘅呈分試課程畢業生可以升讀聖保羅 Porcon 黃隱、女拔喇沙九華英華、林護曾肇添沙崇等等名校嘅呢？正就係因為我哋嘅呈分試課程緊貼學校嘅教學內容，學生喺我哋呢度學完考試技巧之後，可以將佢哋嘅作答效率提升。無論佢哋嘅成績本身係點都好啦。當學咗我哋嘅方法之後，成績都有明顯嘅進步。大家好，我係 Mr. George 林哥哥，係基進教育嘅創辦人，亦都係呈分試資深導師。過往幾年咧，我哋嘅呈分試班學生嚟自唔同區域嘅學校，例如有油天、長天、慈天、麗天、柴灣角天主教、聖羅撒、聖方濟、藍田李兆強、將軍澳宣基，當然仲有我哋嘅主區啦，女小、主峰同埋循道等等學校，其實仲有數之不盡嘅唔同區學校嘅學生添㗎。依家嘅學生同埋舊生都考到好嘅成績，佢哋口耳相傳，互相推薦嚟參加我哋嘅呈分試實體班同埋 Zoom 班。而我哋呢個課程其實係按照教育局嘅範圍編寫㗎。喺練習同埋模擬試卷編撰之上，我哋其實參考住中文啟思同埋現代出版社，英文以 Norman Pearson 為基礎，數學則參考咗幾本教科書啦，包括現代小學數學啦，同埋新思維數學作為我哋嘅基礎去準備我哋嘅內容嘅。如果想了解我哋更多，歡迎按以下嘅連結同我哋聯絡，攞更加多嘅資料啦，或者去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，我哋已經上載咗好多嘅教學影片，讓到同學仔或者家長了解我哋嘅教學之餘，亦都學到考試嘅技巧。如果你都想快啲準備呈分試嘅話，過嚟試堂啦，同埋把握新生嘅優惠啊！到時見大家啦〜